娘娘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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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不能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我说你找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。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我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寿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呢。因为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靖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要再辩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齐胜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